么就没想到是他？我又欠你一次。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：他偷了伞，你为什么不报案，还非要花这么大笔钱把它赎回来？这把伞已经传了8代了，在我的这些徒弟当中啊，他是唯一有能力继承的人了。他出去闯需要钱，戏里不是常说吗？一文钱难倒英雄汉。我这当师傅的呀，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受苦吧。再说了，我也不能让警察把他给抓起来嘛，是吧？他这次是真的辜负你了。他一定会回来的。你猜到买伞的人是白师傅了？他在程雅社门口摆摊几10年，还买了这把伞。这个孙红旗老伯伯一定跟白师傅是故交。这俩人还一直以为伞是周小白偷的，他可真是太冤了。可即便这样，白师傅还是把伞赎回来了，还花了这么高的价格，可真是够难得的。